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各种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。好朋友来讲，传奇人物廖添丁，伊甲红姑的两个人劈一个，跳起到人厝顶的重击。国情啊，莫阁讲迄个古早故事啦。咱知影，若较早起迄个双刀水的，重击一击就有够。毋过即马人厝内是骨肉机哈利呢，无毋对。就爱骨肉机哈利才有材料支持一盏楼的重量。哈利是裁环的，那条啊是裁直的。哈利就是对日本话吸收来。台湾话即马拢有咧讲，啊！日本的汉字写即字，牛三撇的牛。国情今日实在毋是要讲廖添丁的故事，要招你研究一个啊民间应用台湾话对日本话吸收来的外来语。头拄我咧讲，廖添丁劈一个跳起到人的中节，因为伊轻刚好。廖添丁啥物穿插，啥物装他。第一，伊穿即个布料的台湾衫。国情啊，解文说你要招你探讨过，即款的布料的。古早话讲做台湾衫。第二，以前布袋啊，踏米，吼，讲就即句踏米，即款鞋啊吼，现代日本原来罕得有人穿啊。迄就是骹前头啊，大公母甲二指有切开，迄款布鞋啊。那日本汉字写足地即两字，咱看日本的电影，看日本的字幕，看日本的册，若写即两字，咱就是读音爱读个做踏米。古早日本一款布鞋啊，廖添丁就是穿布袋啊踏米，台湾人教发明教做事，踏米就踏米，佮加一句布袋，安尼讲叫做布袋啊踏米。啊，国情啊，毋通佮再讲迄个古早古啊，对无毋对？因为现代建筑一站搁一站，廖添丁轻功搁较好，伊嘛跳袂起哩啊。咱知影现代建筑有真侪外来用词，起厝爱用南马孔，起厝爱用阿门图，日本人嘛咧吸收。日本人吸收一个名词，起厝咧用的材料，国情头拄我咧讲的，这方面的材料，抗骨力度，这对外国学来，日本直接翻的抗骨力度名词的用途，毋过偏偏台湾人教有材料将抗骨力度头前头一音抗摕来当作动词用。国情啊，我会记的有几间厝用砖仔抗。看起来普通，用砖仔空的空，你甲当作动词咧用呢，无毋对。正台湾人对日本名词的外来语捡来，转变做动词咧应用。所以台湾话内底真侪外来语，尤其对日本捡来特别侪。国情今仔日解文说你特别招你探讨甲研究。